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 咁啊。港股長假期翻嚟之後咧，繼續冇咩方向啦。不過市場就有唔少花生可以食㗎。咁內地方面，京東同美團嘅外賣大戰再升級開火啦。外圍方面，特朗普就鬧鮑威爾係 loser 啦。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啦。咁先睇睇個大市啦。上星期我哋分析過，港股暫時係上落市格局啦。復活節長假期，外圍嘅變動就唔算大啦。美國啊、英國啊、法國、德國等等主要嘅市場咧，都係有復活節休假啦。A 股就連日靠穩嘅。中國內地方面咧，國務院啊舉行咗常務會議，繼續咧都話要持續穩定股市啊，推動房地產市場平穩等等啦。指出咧要研究穩就業、穩經濟等等嘅舉措啦。重點都落喺研究嗰兩個字上面啦。換言之咧，而家暫時都係研究階段啦，未必會有咁快有啲具體措施推出㗎。中央未出招之前咧，港股可能都係缺乏啲催化劑嘅。技術走勢去睇嘅話咧，250天線同埋4月初嘅大型下跌裂口頂部咧，我哋之前都分析過啦，即係畫面上面咧兩條橙色線嘅位置咧，都構成咗明顯一個區間啦，19500至22600左右，仍然而家都有效㗎。尤其是咧見到4月9號見過個低位之後，雖然就好快反彈啦，但越彈成交就越少啦，反映再向上嘅動力咧就未必非常之充足㗎。恆指從低位反彈咧，最多都超過成2000點啦，要暫時整固一下，亦都非常合理㗎。另外，港股第一季嘅業績期咧都已經開鑼啦，短線嚟講可以逐隻股份咧去睇下業績，再考慮點樣部署㗎。近期咧，我哋都多次提到要留意住啲內需股啦，加上5·1黃金週臨近咧，都有唔少投資者有興趣。不過咧，兩隻京東同美團咧就要小心啲啦。兩隻咧都可以話係正宗嘅內需股啦。海外業務方面亦都唔受貿易戰影響，但近來股價咧都明顯落後㗎。先講個結論啦，我哋都建議暫時維持觀望啦，落後都唔一定有部署嘅空間㗎。近來美團咧就受到京東加入呢個外賣市場打擊啦。京東率先為騎手咧提供5險1金嘅員工福利啦，美團都要跟隨㗎，令到個成本上升。最新咧，京東更加宣布啦，加大個招聘力度啦，未來3個月咧要將招聘呢個騎手嘅名額由5萬名咧提高到10萬名。對客戶方面咧，所有超時20分鐘以上嘅外賣訂單咧，全部都免費㗎。京東同美團咧就喺外賣市場度互相開火啦。舊年嘅時候，市場都曾經憂慮咧，抖音加入個外賣市場咧，影響咗美團嘅股價。今次京東加入戰團咧，影響可能會比抖音更加大同埋更加直接啦。因為抖音冇自己嘅配送團隊啦，參與程度都可以話有限。但京東本身都有龐大團隊啦，亦都有類似嘅營運經驗啦。而且京東咧係打擊美團嘅主業啦，即係外賣。但係美團即使反擊咧，都冇辦法咧可以影響到京東嘅電商平台啦，只可以喺外賣或者啲即時新零售上面反擊。隨時加咗福利、加咗補貼咧，市場佔有率仍然都會受蠶食㗎。兩間公司一直就互相開火啦，股價咧都好難話有運行㗎啦。大市喺4月初嘅時候咧，裂口下跌之後識反彈啦。但係京東同美團咧都係比較弱勢，尤其是隻美團啦，非但補唔到個裂口啦，仲要反覆再試個低位㗎，而且確認咧失守條250天線啦，即係藍色嗰條線㗎，證明咗個弱勢啦，暫時就唔太值得參與㗎啦。外圍方面咧，今個星期美國冇咩特別重要嘅數據啦，留意住 IMF 同埋世界銀行咧，今個星期1至星期6會舉行個會議啦。正喺美國華盛頓舉行㗎，全球嘅財長同埋央行行長都會出席啦。今次會議大家咧都借機會直接咧同美國去傾個貿易問題啦。英國、歐盟、日本、南韓同泰國等等咧都表明今個星期會嘗試同美國進行談判啦。部分國家咧已經準備好嗰個草案啦，降低對美國嘅關稅啦，或者加大進口美國產品，有機會咧都會有啲進展啦。留意住會唔會有好嘅消息啦。不過咧，另外貿易戰之外就多咗個不明朗因素啦。都有報道話咧，特朗普一早考慮緊咧點樣去解除鮑威爾嘅職務啦，更加公開咧話佢係 Mr. Too Late 同埋 Major Loser 啦。話聯儲局主席咧就一路都唔肯減息㗎。雖然話法例上咧總統就有權革除聯儲局主席啦，但前提咧就必須要有個合理嘅理由㗎，唔係單純咧佢唔肯配合你嘅政策減息。
若果特朗普真係炒鮑威爾嘅話咧，可能都會有排去打官司啦，要交俾最高法院決定啦係咪合理㗎。咁樣做嘅話咧，可能都會造成聯儲局嘅人事混亂，甚至真空嘅狀態啦。都擾亂咗金融市場。具體走勢上面咧，美股繼續弱勢㗎啦，尤其是個納指啦，見到之前反彈咧，去到橙色線17,200嘅時候咧，明顯都見到有阻力啦，要再掉頭向下。比較有力嘅支持位咧，要數翻落去15,000至15,300點啦。除非個貿易戰方面有啲進一步嘅利好消息啦，否則咧美股都係以觀望為主先㗎。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隻美股嘅 Nvidia 㗎。輝達嘅行政總裁黃仁勳咧應邀訪問北京啦，獲得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接見啦，規格咧可以話非常之高㗎。但係唔同媒體對於佢有冇見 DeepSeek 嘅創辦人梁文峰咧就有唔同嘅講法。重點係如果兩者有見面嘅話咧，有機會可以商討咧點樣因應美國最新嘅規定咧，再訂製可以出口到中國市場嘅晶片㗎。暫時因應最新嘅限制咧 ，Nvidia 做咗55億美元嘅撥備啦。換言之咧，隨時就會呢一個數嘅影響有咁大啦。舊年騰訊、字節跳動咧都落咗大量 H20嘅訂單，亦都隨時係凍過水。而 DeepSeek 咧亦都係基於 H20咧去發展嘅人工智能㗎。你話整體個影響嘅話咧，中國市場佔咗輝達嘅收入嘅比例咧，高峰期喺2021年嘅時候咧，第三季有成2成8㗎。去到上一季2024年第四季咧就降到大約1成4，但仍然咧都係有比較大嘅影響。股價上面都反映咗一啲消息啦，近期都比較弱勢㗎。尤其是睇翻舊年11月同今年1月咧，即係喺藍色線嘅位置咧，喺150美元左右形成咗個雙頂之後咧，都係反覆回落啦。暫時個走勢都係一浪低於一浪，短線咧未必可以咁快企得翻穩喺100蚊，即係橙色線樓上嘅位置㗎。最後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上述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